政治消息来看到赖清德甲萧美琴5日控就要就任，民进党今日公布新内阁处长的人选。准行政院长杜英泰是表示，内阁成员拢是跨党派、跨领域的人才，希望未来会当团结合作，打造科技创新永续的台湾。今日新内阁其中，行政院的副发言人是找民进党的前发言人谢祖涵来做。内政部处长是在防专家、民团大学副教授马树权，佮中兴大学副教授董建宏。教育部处长是郑丽贵、周廖万坚，和台大教授叶炳成。交通部处长陈彦碧留任，也佮有前铁道局长吴胜煌就任。农业部处长是前农粮署署长吴忠义，佮高雄区的渔会总干事黄兆钦，卫福部处长是郑丽贵、林静怡，佮吕建德。财政部、经济部、文化部、劳动部处长是拢总留任，税务部处长阙和明嘛是留任。